講起日本，個個都話治安好，人有禮貌。但如果你去東京行下，突然俾人用膊頭好大力咁撞咗一嘢，你以為只係唔小心 ？Sorry， 你可能遇咗日本最陰濕嘅社會毒瘤 Busakari 惡意撞人狂。呢班人專揀繁忙車站出手，新宿、涉谷、池袋都係重災區，迎面咁用膊頭大力咁冚落嚟，撞完之後即刻借人潮消失，你想追都追唔到。你以為撞下好小事？2023年田町站有個上班族俾人特登撞完之後，擰轉頭望一眼，點知對方好似發咗癲咁瘋狂出拳打佢，最後俾佢搞到要入院2個星期。仲有另一個案例就係喺新宿站，有個阿叔話個女仔阻住佢，一拳打咗落女仔個胸口度，肋骨當場骨折啊！你話係咪好癲？你估佢哋夠唔夠膽撞雙撲手啊？梗係唔會啦！呢班人全部都係生活失敗嘅懦夫，專揀啲細粒嘅女仔、老人家同埋人生路不熟嘅遊客嚟發泄。有個外國遊客喺網上面分享，去咗東京8日，足有5日都俾人呢個見面禮去迎接。去旅行啊，大家都記得要保護自己，人多嘅地方唔好邊行邊睇電話，保持警覺。見到有啲人走位飄忽，眼神兇狠，好似有啲嘢咁，記得即刻避開。如果真係俾人撞到，都唔好即刻追住佢嚟打，去揾車站職員或者報警去 check CCTV。當然，絕大多數嘅日本人都係禮貌有禮嘅，但係啊，任何地方都有啲怪人，香港都唔例外啊。去旅行最緊要開心同安全啊嘛。